大家好，歡迎收睇香港新聞連線，我係燈神。今日係2026年1月30號星期五。先嚟睇下呢條片嘅第一個新聞標題：張又俠落馬令解放軍變習家軍，美方憂軍事溝通斷鏈。長期被視為中方軍隊入面實力派代表嘅中央軍委副主席張又俠，日前正式被官方宣布立案審查調查。呢個消息唔單止震動咗中南海，連華盛頓都大為緊張。美國國務卿盧比奧周三出席參議院外交委員會聽證會嘅時候，直言美方正密切關注呢件事。雖然佢話呢個係中方體制內部嘅問題，但言談之間明顯流露出對美中軍事溝通渠道斷鏈嘅憂慮。今次聽證會嘅背景其實係圍繞美軍近期跨境抓捕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嘅軍事行動。共和黨籍聯邦參議員李基茨喺會上面質詢，認為美軍展現出嘅實戰經驗可能會令到缺乏實戰訓練嘅習近平喺考慮對台行動嘅時候感到猶豫。佢特別提到，好似張又俠咁擁有實戰背景嘅將領被清洗，對解放軍嘅戰鬥力肯定有影響。盧比奧回應嘅時候就指出，台灣問題係習近平嘅政治遺產，無論世界局勢點樣變，佢嘅意圖都非常明確。但係盧比奧亦都承認，美國近期嘅行動確實令到中國、俄羅斯、伊朗等等嘅敵手感到震驚，因為全世界得美國有能力發動呢一類高難度嘅行動。對於張又俠嘅落馬，美國前官員同分析人士普遍覺得係失去咗一個理性嘅聲音。張又俠同一般只係識得講政治口號嘅將官唔同，佢被美方視為係職業軍人。美國空軍退役准將史迪威回憶話，張又俠當年訪美嘅時候，係唯一一個主動要求坐美軍魚鷹運輸機嘅中國軍官，仲好中意同美軍嘅士兵交流。史迪威形容張又俠完全可以融入美軍嘅氛圍，係解放軍入面少有嘅理性派。現任南洋理工大學高級研究員提出咗一個好關鍵嘅問題：張又俠係現役嘅將領入面唯一一個夠膽就軍隊嘅短板同埋戰爭代價向習近平提供客觀建議嘅人。如果連佢都落馬，習近平身邊即係剩翻一班唯唯諾諾、阿諛奉承嘅人。呢一種回聲筒效應，好大機會會導致戰略誤判，增加戰爭爆發嘅風險。目前中央軍委7人領導班子入面，竟然已經有5個人落馬，即係剩翻主席習近平同另外嘅一位副主席張星文。面對西方嘅質疑，中國國防部新聞發言人蔣斌喺收市嘅記者會上面表現得非常強硬。佢堅決反對任何對中方反腐行動嘅污衊抹黑，仲強調軍隊係越反腐越堅強。當被問到軍委會議仲有邊個可以開會嘅時候，蔣斌就以軍事秘密為由拒絕透露。不過特朗普政府嘅高層就顯得相當淡定，表示白宮對呢一類宮廷內鬥冇乜嘢興趣。目前最緊要係繼續打造一支可以喺第一島鏈任何嘅地方拒止侵略嘅強大軍隊。跟住落嚟，我哋轉睇另外單新聞：緬北電詐魔頭於溫州伏法，曾坐擁萬名奴隸，11聲槍響，終結百億詐騙噩夢。曾經橫行緬北，令到無數嘅人家破人亡嘅4大家族之一明氏家族電信詐騙犯罪集團，終於迎嚟咗法律嘅終極審判。浙江省溫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喺尋日1月29號正式通報，經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已經對明家集團入面嘅11個核心成員執行死刑，當中包括明氏家族嘅靈魂人物明國平同埋明珍珍。呢一場橫跨中緬兩地、牽涉超過百億人民幣資金嘅跨國犯罪案件，隨住呢11下槍聲正式畫上句號。根據最高人民法院複核嘅資料，呢個以明家為首嘅犯罪組織，由2015年開始就喺緬甸果敢路街、臥虎山莊等地開朝立派。佢哋唔單止搞電信詐騙，仲將犯罪活動產業化，喺當地設立多個大型園區，聘請武裝力量護航，強迫成千上萬嘅豬仔進行詐騙活動。高峰時期，單係一個園區入面嘅涉詐人員就已經超過1萬人。呢一班人長期針對中國公民實施假理財、冒充公檢法等等嘅詐騙手段，涉案金額驚人。法院調查發現，呢個集團涉及嘅賭博同詐騙資金總額竟然超過100億人民幣，數字之大實在令人咋舌。不過明家最令人齒冷嘅唔單止係錢，仲有佢哋視人命如草芥嘅冷血手段。法院判決書入面顯示咗一個殘酷嘅事實：
明家集團為咗控制受害者同埋維持園區秩序，伙同其他嘅詐騙團伙實施故意殺人、非法拘禁同埋故意傷害等等嘅嚴重暴力罪行。目前證實已經有至少14名嘅中國公民喺呢啲園區入面慘遭殺害，仲有更多嘅人被打到重傷。呢啲血淋淋嘅事實，亦都係點解中方會喺2023年發出全球通緝令，就要將明家連根拔起嘅主因。回顧成個覆滅過程，可以話係一場現實版嘅捕魚行動。2023年11月，隨住中方施加強大壓力，緬甸警方開始收網。當時明家嘅大家長明學昌喺被捕期間畏罪自殺身亡，而佢嘅子女同孫輩，包括明國平、明菊蘭同明珍珍，就被押解返中國受審。溫州法院喺2025年9月一審判處呢11個人死刑。雖然佢哋隨後提出上訴，但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喺同年11月駁回咗上訴，維持原判。尋日執行死刑之前，法院亦都人性化咁安排咗呢11名罪犯同佢哋嘅親屬見最後一面。溫州中級人民法院強調，呢一班人犯下嘅罪行性質特別惡劣，後果極其嚴重，必須依法嚴懲。除咗呢11個被處決嘅首腦之外，集團入面仲有幾十名成員分別被判處死緩、無期徒刑或者係有期徒刑。呢一節嘅新聞報道就嚟到呢度，我係燈神，感謝大家對香港新聞連線嘅支持，我哋再會。開始歲晚嘅大酬賓有好多新嘢，呢個就係嚇。咁咧就係包括咗乜嘢咧？就係我可以講緊有新嘅嘢送俾大家，其中咧就係即係呢個應唔應該送嘅呢一隻嘢已經係好抵，但係過年咧想大家開心下，你買呢隻 NMN 咧，再送多一盒臘腸俾你，皇牌臘腸嚇，呢個就係嗱呢隻 MNN 個份量好犀利嘅，大家知道每日食450mg 嚇，就係呢個 TMG 50g，呢個有白藜蘆醇，最革命性嘅。將白藜蘆醇加咗1倍，而係亞精胺引入咗亞精胺，呢隻最新科研成果嚟嘅，啊，同埋維他命 C， 咁咧就係已經係第一盒就係8折啦。如果你買過 MMN 嘅，你買過第二盒咧就1316，食2個月，而咧就係再買一盒，每買一盒咧送多一盒皇牌臘腸俾你。嗱，呢啲咧係呢個你可以入去睇睇，呢個係 NMN 白藜蘆醇亞精胺，呢3樣嘢加埋咧係抗衰老嘅鐵三角嚟嘅。你睇下啲學術論文點講？呢個學術論文點講？呢篇文咧就係講亞精胺同埋 NAD Plus，NAD Plus 係乜嘢咧？就係 NMN 導引出嚟嘅嘢。個 NAD Plus 咧就駁長你個端粒體，等你個細胞可以再分裂過去，恢復青春嘅。再送大腸，每一盒都送一個大豬臘腸俾你。咁過年大家開心下啦。